河决散等地强推汉语教学导致大规模抗议之后，近日有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表示，地方有关民族学校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规定违反中国宪法。这一表述引发舆论热议。2017年，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宣布禁止使用维吾尔语教学课程，中央并未正式回应。周三，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会议上，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就有关问题表态。沈春耀说，有地方法规规定，各级民族学校应使用本民族语文或通用语文教学，又或者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用汉字文学授课。他说，全国人大法工委审查认为，这些规定和宪法第19条第5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学法和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要求修改。观察家说，尽管中国禁止维吾尔语已经过去3年，但现在有提出法律依据，他打算将对维吾尔人的禁令扩大到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效仿美国，宣布中国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根据澳大利亚新闻社的报道，澳大利亚维吾尔人的法蒂玛·阿布都葛普尔对美国的这一决定发表了评论，称其不仅对我的人民，而且对全人类都是巨大的胜利。美国政府于1月19日宣布，中国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报告还援引澳大利亚维吾尔人的话说，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和所有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将这一行径称为种族灭绝。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关注维吾尔人的局势，并多次批评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多份报告，揭露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权行为。白宫星期一表示，在中美两国仍处于激烈的战略竞争之际，华盛顿正在内心地寻求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法。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有关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是，中国在国内越来越权威，在国外越来越强势。北京现在正以重大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这要求美国采取新方法。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拜登总统认为美国必须进行更好的防守，包括让中国对他所说的不公平和非法行为承担责任。在有关中国的政策问题上，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进行跨部门的评估，包括是否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及如何对待华为和中国移动等公司被摘牌等具体问题。沙奇说，就像美中关系的其他领域，拜登总统将采取多边主义的手法与中国打交道，包括评估对中国的关税。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印两国士兵3天前在印度位于尼泊尔和不丹之间的西京邦北部纳库拉走廊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员受伤。印度媒体引述印度军官表示，双方或有伤亡。双方6个月前才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军丧命，中方也有不明人数伤亡。两国之间由喜马拉雅山脉环绕的未规定的边界线，导致中印之间常发生主权争端。北京政府主张拥有被其称为南藏的印度阿努拉恰尔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主权之际，新德里变成包括阿克塞钦高原在内的3万8千平方公里的区域被中国侵占。欧盟外交部长决定搁置欧盟首脑会议在12月同意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德国外交大臣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说，鉴于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今天决定不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他指出，土耳其和希腊重启探索性谈判，而土耳其目前在地中海东部有争议地区不存在船只，这是我们所期望的长期积极信号。我们不希望欧盟未来的制裁会影响这一信号。
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代表2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就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归属等议题直接对话，以化解争端。这一对话暂停近5年后重启。